我係 VTC 軟件工程高級文憑畢業生馬寶軒 Marble。我係 VTC 人工智能及手機軟件開發高級文憑畢業生黃植安 Jackie。我同 Jackie 喺 VTC 讀書嘅時候學習程式開發同埋設計等嘅專業知識，一畢業就創業，成立417 Technology Limited， 開發智能生活應用方案。公司名嚟自於編號417嘅課室，喺我哋讀書嘅時候，我哋成日喺417去研發我哋嘅作品，亦都係萌生出創業諗法嘅地方。SmartHike 整排 App 會根據用戶嘅位置去推薦附近嘅熱門行山路線，開啟 AR 實景引路功能，手機鏡頭會同步啟動，透過 AR 技術導航去正確方向。我哋嘅 App 會運用咗 AI 去分析前面嘅路況，提示室外嘅地面或者斜坡等等，去提升我哋行山嘅安全，亦可以記錄我哋嘅步速、距離同埋卡路里消耗等等。我哋運用程式開發、數據分析同埋系統設計等嘅知識，優化 AI 同埋 AR 嘅功能，打造一個易用嘅 App 俾公眾免費下載使用。我哋推出創科教育課程同埋教材，創業4年間已經累積咗唔少嘅合作夥伴。我哋希望以自身嘅經歷啟發更多年青人，有興趣出發，深化專業技能，實踐夢想。